嗱，又係時候教大家咧點去做一個風水佈局，去催旺個人嘅桃花運勢。嗱，我特別揀咗咧2026年下半年幾個月份，嗱呢幾個月份咧特別有利催旺個人嘅桃花㗎。好啦，喺2026年新曆嘅8月7號至到9月6號期間，亦即係咧24節氣立秋嗰日開始嘅呢個月，當旺嘅催桃花方位係喺全屋嘅東南位，亦即係咧易經宮位嘅巽宮。嗱，我建議咧放一個玻璃花樽入清水，然後咧插4支、7支又或者9支顏色鮮豔嘅鮮花。嗱，不過啦，一定要記住呢個位置，唔好出現混亂嘅狀況。總之咧，要乾乾淨淨、整整齊齊為原則。嗱，至於喺9月7號至到11月6號期間，亦即係咧24節氣白露嗰日開始嘅呢2個月內，當旺嘅催桃花方位係喺全屋嘅中央位置，亦即係咧易經宮位裏面嘅中宮位。嗱，我建議咧放一個玻璃花樽入清水，再插4支、7支又或者9支顏色鮮豔嘅鮮花。另外咧喺花樽裏面咧放多一個銅錢，又或者一個10蚊銀。嗱，以五行學嘅金水木互相相生嘅法則去做到咧催旺嘅效果。嗱，不過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屋企中宮嘅位置可能係走廊位，唔可能擺喺路中心。嗱，如果真係咁嘅話咧，我哋咧就可以善用呢個位嘅牆身位置，可以掛啦，又或者貼一幅鮮花，又或者係花園掛畫。嗱，構圖咧一定有朝氣為原則，盡量咧唔好揀一啲咧淡色啦、黑色啦、白色，又或者帶枯黃嘅顏色嘅花，因為既然要催旺個人桃花，梗係唔好揀一啲死氣沉沉嘅花。同樣都係啦，呢個位置亦都唔好出現混亂嘅狀況。總之都係乾乾淨淨、整整齊齊為原則。第3個有利人緣桃花嘅月份就係喺新曆嘅11月7號至到12月6號期間，亦即係24節氣立冬嗰日開始嘅呢個月啦。嗱，呢個月當旺嘅催桃花方位係喺全屋嘅東南位，亦即係咧巽宮呢個位置。嗱，我建議都係啦，放一個玻璃花樽入清水，再插4支、7支或者9支鮮豔顏色嘅花。都係嗰句，呢個位咧唔好出現混亂嘅狀況，要乾淨整齊為原則。嚟到最後一個有利人緣桃花嘅月份，就係喺新曆嘅12月7號至到2027年1月4號期間，亦即係咧24節氣大雪嗰日開始嘅呢個月。嗱，呢個月咧當旺嘅催桃花方位係喺全屋嘅東北位，亦即係近宮之內。嗱，今次咧我建議放一個玻璃花樽入清水，然後咧再插4支、7支、9支顏色鮮豔嘅鮮花。另外喺花樽裡面放一個銅錢，又或者一個10蚊銀。嗱，另外亦都可以咧，每日喺呢個方位度噴一啲咧自己中意嘅香水，又或者香薰。嗱，呢一種做法咧，亦都係屬於一個潛移默化嘅風水佈局嚟㗎。嗱，好啦，一口氣講咗今年下半年有利催旺人緣桃花嘅月份，同埋咧佈局嘅方法之後，嗱，大家都可以不妨試一試，希望個個都可以有得着。嗱，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相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埋 Facebook 㗎。